眾多嘅明星裏頭陰得最多嘅人。以前咧香港有一句話：你紅啊，你紅得過黎明咩？點解黎明咁紅啊？嗱，其實佢唔係一個大紅大紫嘅面相啊，但係佢生命裏頭發生咗一件好重大嘅變化，令到個天都會幫佢。黎明喺佢啱啱事有起色嘅時間，佢嘅父親得咗腸癌嘅尾期，當時黎明就發誓，假如佢嘅父親可以好返，佢就願意用佢一世嘅時間去做善事。結咗奇蹟就發生咗，黎明真係講到做到。喺93年嘅時間，當時內地都有過萬嘅小朋友都有啲小兒麻痹症，好多小朋友得咗呢個病之後，連路都行唔到。當時已經有特效藥㗎啦，但係大部分農村嘅人根本負擔唔起。黎明知道咗，義務開咗100場嘅演唱會，3年嘅時間籌集咗300萬嘅美金，甚至為咗籌集30萬嘅善款。一個歌手居然用鋼筋嚟繞住自己嘅喉嚨，就呢種唔要命嘅做法，救咗8000萬嘅細路仔。所以好多內地嘅小朋友細個所食嗰啲糖丸，其實係黎明俾錢去做呢小兒麻痹症嘅特效藥。其實根據我嘅了解，黎明呢30年做嘅慈善事業已經超過10億，甚至阿何先生咧都叫聲佢做世侄。據我了解，其實佢哋冇血緣或者親戚關係。呢個係阿何生對阿黎明嘅高度嘅認可。大家諗下，嗱，連阿何生都認可阿黎明，啲人點解唔紅啊？嗱，錢同埋名氣都係源於福報，福報係來源於利益眾生。你幫到幾多人，你又會得到幾多財富。金錢後面係人心，人心後面就係修行。對於我哋修行嘅人嚟講，最高嘅境界就功德圓滿。點解唔講福德圓滿啊？福德同埋功德嘅區別，福德係你做咗好事，求到有好報，呢都叫陽德嘅。陽德就係你呢一世唔會話流傳落去子孫嘅後代，功德就不求有報嘅好事，亦都稱呼有陰德。陰德所產生嘅結果唔係喺自己嘅身上嘅喎，而係喺後代嘅子孫後面。你而家覺得好唔好？我哋嘅天賦啦，同埋條件咧，其實同你祖上留落嚟嘅陰德係有關聯。所以司馬光嘅家書都曾經講過：積陰德於冥冥之中，以為子孫嘅長久之計。正所謂子孫富貴者，祖上必有陰德。所以人一定要積德行善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事業好都要睇清楚自己嘅德行。